继续关心教育部有在推动新宿舍计划2.0，要有关补助来改善学生宿舍的品质。不过，技术团体和学者即嘛是表示，用学生去申请宿舍的数量来推算，颠倒是看不出来实际上的需求。台塑大伫公馆校区起学生第2宿舍开17月，2022年7月份落成了后，大小率为65%提升到95%。因为教育部2019年开始推动新宿舍的计划，2022年得到核定1亿7千万的补助。不过对大学这边来讲，政府认定学生宿舍是自强性的项目，未补助营建工程或者是业务费，若要新起甲改建是真困难。希望这个部分就是补助的部分，可以再帮我们再稍微支持加强一点，因为这个学校宿舍是自强性，可能会面临到预算还是会偏不足。大学这边期待新宿舍计划2.0提悬补助的金额。教育部表示，目前规划整修，每一层为4万2提悬到5万2，也若新起的为8万4增加到10万4，利息补贴嘛延长。其实教育部会补助他们贷款的一个利息，那也从过去的20年那提高到可以补助到30年。现在银行的利率都很低，然后而且少子高龄化的这种的趋势下，各个大学可能不容易因为只补助利息而会去新建新的宿舍。技术团体甲学生代表强调讲，目前以学生申請的數量來估算大學的需求有真大問題。教育部應該釐清大學需求的數量，才會當鎖定優先的目標甲策略。因为实际上很多学校很多学生他不申请学校的宿舍，是因为学校本身有内规，可能大一才可以申請，或是本县市的不得申請，所以宿舍的申請數低，可是並不代表學生需要宿舍的需求還是低的。因為社會主體包租代管的策略會延續到2.0，崔媽媽基金會表示，教育部袂當閣無要以學校專業人力補教，應該變專門的經費，支持大學甲業者合作，開拓適合學生睡的厝。記者綜合報道。